有冇試過無啦啦成身發熱又瞓唔着？會唔會係更年期呢？我哋一齊睇下有咩症狀。其實更年期係好自然嘅生理現象，唔係病，唔使驚。根據科學數據，大約20%嘅女性係冇咩明顯嘅唔舒服嘅，所以唔使聽人哋講就自己嚇親自己。不過如果你發現啲症狀搞到身心唔舒服，記得一定要揾醫生幫手，唔好捱啦。更年期可能出現嘅症狀有：一、經期亂晒大龍，有時嚟有時唔嚟，嚟嘅時候有陣時好多，有陣時又好少。第二，情緒大上大落，心跳快，心煩，好容易嬲，好容易唔開心。第三，成日覺得好攰，點瞓都覺得冇力，好似冇電咁。第四，莫名其妙嘅痛，關節痛、肌肉痛，甚至乳房都會覺得痛。第五，瞓唔着，成晚轉嚟轉去都冇辦法瞓得着。第六，係潮熱，突然間成身發熱，熱到連面都紅埋。第七，係腦霧，成日都唔記得啲嘢，集中唔到精神。第八，係易肥，體重無啦啦咁樣升高。咁我哋下一條片呢，就講下點樣可以處理呢啲更年期症狀。快啲留言同我分享下你有冇中招， share 呢條片俾姊妹，等我哋一齊互相鼓勵啦。關注我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